牛条内的狗。一只狗为着要找一个困中斗的所在，就跳入去牛条内，倒伫烧热爽快的稻草堆困。过无偌久，牛下埔的工课做煞，转去牛条想要食草，这只狗当底好困，去互牛吵醒，真受气，就爬起来对牛一直吠。牛若惊我，狗就想要甲伊咬。最后，牛姑不将就放弃食草，挖出去。伊沿路行，沿路嗷嗷念讲，家己困袂好势，搁怪我，毋互我食草。人若无法度得到满足，常在拢会怨叹别人。